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礼典的日子，嘛是对着咱教会来讲，今年第5次的圣餐开第3次的洗礼。愿上帝的恩典甲圣神临到伫咱的中间，来成做咱的帮赞。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希望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恩典，来成做阮的帮赞。进入到第8月份，上时伫今仔日开始，也是旧历7月的第2天，阮通过圣礼典来邀请圣神的家长，互阮会当伫旧历7月的时阵，通过圣餐来成做帮赞，嘛通过主的恩典来互阮得到瓦靠。就亲像今仔日圣经的内容，代笔瓦靠耶和华来赢过对敌共款，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听来中间来得到快乐，来得到活力，愿主你的祝福。但愿恳求主你的圣神也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是教会所举行圣礼典的日子，咱除了照教会的礼仪来遵守圣餐以外，上时也有洗礼甲信仰告别来欢迎新加入咱教会的兄弟。虽然咱伫这段期间，教会拄着低调或者是艰苦，总是咱感谢上帝，上帝带领咱淡水教会，的确通伫上帝的保守中间，会当得到安慰、扶持、鼓励甲引带。简单来讲，咱伫上帝的慈爱内底，会当重新来得到快乐，来拥有信心甲愿望。我要邀请咱再一次拍开咱的圣经，咱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三个来分享，三个来勉励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，咱看见到一段真要紧伫以色列历史中间的一个故事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，咱看见到有一位少年人叫做押沙龙，这个人是大卫第3个囝。伫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中间，押沙龙因为对老爸大卫的背叛，伊的目的就是要来夺取大卫的王位。所以伫这中间，押沙龙伊是一位真有政治手腕的人，伊来去勾结扫罗遮的部队，包括争取对大卫不满的百姓。所以押沙龙到后来，伊组织伫希伯伦这个所在，伫迄中间来受挖做王，然后开始造反。对着大卫来讲，伊感觉非常的意外。既然伊的后生来对伊造反，直到大卫爱逃出耶路撒冷城，这次的逃亡会当讲是大卫人生中间的第2次。第1次是大卫互扫罗来追杀。伫这场，咱看见到今仔日书会所带咱读的撒母耳下卷18章的这个经文的记载，这是一场政治的斗争，总是押沙龙伊的气势愈来愈衰微，直到最后失败来逃走。大卫的军队来甲伊追杀，总是大卫伫遮有落命令讲，毋通伤害押沙龙。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押沙龙却是伫一丛树的下面，因为伊的头毛互树枝来颠绊，直到挂死伫树顶。所以伫第15节有提起着讲，有10个约押的部属来将押沙龙杀死。大卫听见这个故事，听到这个消息了后，感觉非常的悲伤。虽然押沙龙是大卫政治上的敌人，但是押沙龙毕竟是大卫的囝。我想伫今仔日，虽然咱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有搁较进一步，也是讲深入伫这段经文有侪的反省。
但是今仔日个信息内底，我想虽然是一段历史的故事，伫即个历史的中间，咱看见着人性的软弱；伫即个人性的软弱中间，咱看见着讲人会当为着权力来将爸囝的感情，或者是做王、做宰相即款的伦理来破坏。简单来讲，人会当为着权力来将伦理秩序破坏的同时，就的确会当看见着讲，疼就已经无存在伫人甲人的关系。总是大必拄着遮个困难的时阵，大必伫遮真努力来，互咱看见着一个真水的见证，也就是伊来相信上帝。伫今仔日个经文。拄则启义长老所带咱读的第5节到第9节，到15节、31节到33节，这3段的经文，咱亲像拢无看见着上帝。总是咱转来到伫圣经诗篇第3篇，我邀请咱做伙来拍开圣经第3篇，咱的确会当看见着讲，诗篇第3篇就是大笔咧描写这段过程，伊怎样面对着伊的囝对伊的背叛。或者是讲伊的囝对伊的追杀，或者是面对着伊困难的时阵，一个真要紧的信用告别。咱来看伫诗篇第3篇的这段经文。诗篇第3篇的这段经文，咱三脚拍开圣经，或者是来看荧幕。诗篇第3篇，咱做伙拍开咱的圣经来看遮的经文。牧师要邀请咱做伙。来看诗篇第3篇，咱要做伙来读这段经文。诗篇第3篇，你显着咱的确会当三角做伙来读。诗篇第3篇第1节，耶和华，我的对敌遮尼多，多人起来攻击我，多人议论我讲，伊无通得到上帝的拯救。第3节。总是耶和华，你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阳光，更是互我的头压悬的。我用我的声求叫耶和华，伊对伊的圣山应我。我倒地，我困，我精神，因为耶和华拢保护我。虽然千万人起来围雷攻击我。我也无惊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！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你胜我一切对敌的喙皮，拍死歹人的喙齿，拯救属地耶和华，愿你赐福你的百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诗篇第3篇这段经文，咱来对照、来对应的时阵。咱的确看见着大笔伊伫困难、苦难的中间，伊来信靠上帝。伫这段诗篇第3篇的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大笔求救。伊做一个国家的王，伊无料想着讲，所有国家所有的百姓，伫遮起来造反。伫迄中间，大笔的惊吓，大笔的不安，伊来求救上帝。伊确信上帝是伊四围的盾牌，伊确信上帝是伊的荣耀。搁较要紧的，这个上帝要叫伊将头压起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笔的信心，伫伊诗篇第3篇的信仰告别内底，伊讲伊相信这个上帝会来扇对敌的喙皮，会来拍死歹人的喙齿，因为这个拯救是属于伊。所以咱看见着讲，大笔伫苦难的中间，伊求救上帝，上帝伫遮帮衬的时，这个信息扭转来到伫咱家己的生活重新来思考的时，这是对咱一个考验。因为当咱面对着苦难、困境的时，咱的确会伫生活的中间有啥物款的反应？其实伫今仔日个经文，
嘛是来提醒咱，人生有不断的经历，人生嘛有不断爱学习的功课。总是咱伫信仰的中间，爱亲像大笔，完全来相信上帝。伫今仔日个圣礼殿中间，有4个成人洗礼，有2个献信礼，包括一个信仰告别。代表讲伫今仔日，咱有7位的新人要加入淡水长老教会即个信仰的团体。更较要紧的是，这7个兄弟姊妹伫等的伫咱的面前，包括伫上帝的面前来做甲咱同款的信仰告别，就是完全相信上帝。各位兄弟，当咱完全相信上帝的时阵嘛，代表讲咱完全来接纳耶稣基督来成做咱的救主。代表讲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开始甲上帝有关系。透过安尼来，互咱会当伫日常生活的内底有困难，会当来求叫上帝的拯救。人拢会拄着挫折，人拢会拄着挑战甲艰苦。当来到伫圣经看的时阵，大笔遮尔优秀的一个军事家，或者是遮尔成功的一个君王，伊面对着的挑战，敢毋就是今仔日咱大家所面对着的困难吗？互人背叛，互人对杀，互人伫边仔伫遐使弄，互人伫边仔伫即中间来变空变顺。但是咱看见着大笔伫遮，伊用着伊对上帝的信心来完全的瓦靠。所以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互相来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特别牧师爱咱的长老，包括咱的执事，包括所有兄弟姊妹讲，伫服侍的过程中，的确有真侪考验。无论伫家庭，无论伫职场，无论伫教会，咱会面对着真侪考验。有人会伫边仔讲东讲西，有人会伫边仔伫遐误解扭曲，总是这会无奈，这会无力，却是提醒咱，倒来到伫咱的信仰内底，重新来做信仰的告别。何况是大笔，大笔伫即中间，伊倚靠上帝，伊求叫上帝，伫上帝的面前伫遐来得到帮助甲保护。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重新倒来看押沙龙这个角色。这个人真趣味，照圣经的记载，伊是一个漂泊的少年家。伊还阁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伊有一抱真水的头毛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千千万万都想袂到，一个遮尔漂泊、壮才的一个少年家。伊的下场却是互人开始。押沙龙的角色来提醒咱，做人毋通伤靠势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几支树枝，就的确会当互押沙龙死在即内底。甚至到伫押沙龙的最后，伊骑迄只驴啊，嘛放弃伊来离开。因为众人知，伊今仔日所对敌的对象是上帝所抹油竞选上帝的奴仆。各位兄弟，押沙龙的角色嘛是来提醒咱，毋通掠做家己足有才调，因为伫上帝的面头前，咱拢无啥物通得夸口。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我想，互咱有真大的一个提醒。这个提醒就亲像今仔日的讲道的题目，上帝要互咱来赢过对敌。人毋通掠做家己作傲，人爱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谦卑家己，连大笔都爱用祈祷来敲找上帝拯救的时，的确
就会当互咱去知影，上帝的全能会当来成做克服一切困难、艰难的困难。最后，牧师要用一首诗歌，邀请咱做伙来吟唱，嘛来做结束。咱用这首大家真熟、会晓暗念的诗歌，做祈祷，最有快乐。希望大家亲像大笔同款，拄着困难的时，用祈祷来倚靠上帝，连续来吟2遍。吟诗后，准备要来圣礼典。三角做伙来，做祈祷最有快乐，做祈祷就有快乐，无祈祷就无快乐。祈祷祝福我的心，做祈祷最有快乐，做祈祷就有快乐，无祈祷就无快乐。祈祷祝福我的心，祈祷主予我得胜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知，伫阮人生困境、苦难的中间，阮会当倚靠主，亲像大笔同款，求叫上帝来成做阮得胜的快乐。愿主来成做阮的帮助，嘛愿主你来提醒阮，只有倚靠主，阮才有法度来得到完全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